各位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陳婉容，我係范樂恒。先睇今日嘅新聞重點。萬幾個商戶月底推出消費支持通過。各位，旅發局同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將會聯同全港過萬間嘅商戶，月底開始1連5個星期推出消費優惠。部分優惠只係限本港居民享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就希望推廣活動可以增加旅客到港旅遊嘅信心，同埋刺激本地零售。黃曉玲報導。活動將會喺今個月。電視記者黃曉玲報導。市區的士工商團體宣布已經申請加價，起標由22蚊加到24蚊，每次跳標就加2毫，希望加價能夠將的士司機偏低嘅收入追上其他行業。黃迪偉報導。亞洲電視記者黃迪偉報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繼續就政改同立法會議員會面，民協嘅馮檢基向佢提出安排中央官員同泛民會面，商討解決方法。政務司司冇問題。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批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政改問題會見唔同政黨，但安排不當，引起外界唔少揣測。佢重申唔會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就希望泛民如果否決，要向市民交代。黃迪偉報導。政務司司長，亞洲電視記者黃迪偉報導。南韓世越號客輪沉沒1週年，總統朴槿惠喺出席悼念儀式，承諾會盡快將沉船撈起。林永雄報導。繼續新聞時間，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話：近幾個月嚟收到64宗甲型肝炎感染個案，暫時未能夠證明係唔係同食醬果有關。衛生署就話貝殼類海產都係高危食品，呼籲市民要徹底煮熟。江川報導。亞洲電視記者江川報導。自願醫保計劃諮詢今日結束，高永文話業界反應踴躍，佢表明必定會承保同埋終身續保呢兩項要求，必須要包含喺當局制定嘅保單入邊。咁至於其他要求就可以討論點樣去優化。盧卓瑤報導。亞洲電視記者盧卓瑤報導。美軍太平洋司令擔心中國喺南海有主權爭議嘅島礁填海係要建立軍事基地，日後可能會引入軍備，為劃設防空識別區鋪路。黃文俊報導。記者吳文軒報導。美國快餐業員工喺全國230幾個城市發起遊行示威，要求將最低時薪由而家唔夠10蚊美金提升到去15蚊美金，否則就難以生活落去。邱潔華報導。4月15號係美國打工人嘅要求。亞洲電視記者邱潔華報導。俄羅斯西伯利亞嘅哈卡斯地區發生猛烈山火，焚燒多日仲未救熄，有過千間屋被焚毀，至少29個人死亡，另外有過百人受傷。鄭永儀報導。電視記者鄭永儀報導。各位，呢次新聞報導完，再會。多謝觀眾。